各位老師、家長、同學，大家午安，歡迎嚟臨由教育及青年發展局主辦外地升學資訊及公開試講解會。我係今日嘅司儀，亦都係學界嘅義工，嚟自培華中學高三嘅陳子瑩。教青局持續推進學生生涯規劃藍圖計劃，透過各類課程、升學、職業規劃講座、行業參觀、職前實踐等多元嘅方式，提供各項重點產業嘅升學資訊同埋職業嘅規劃諮詢，為同學提供咗全面嘅升學同埋生涯規劃資訊。為咗令本澳嘅學生能夠掌握澳門以外地區嘅升學資訊，本局已經係第15年舉辦相關活動。今年我哋舉辦咗9場唔同主題嘅講解會，希望可以喺大家嘅升學路上提供多一啲嘅資訊。今日嘅講解會分成2個部分，第一部分係升學情況介紹，第二部分係 Q&A 環節。今日我哋好高興邀請到大韓民國駐香港總領事館代表 Christine， 教青局為表謝意，準備咗一份紀念品俾駐港嘉賓。有請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學生廳陳旭偉廳長上台進行紀念品諮詢環節。咁我哋事不宜遲，我哋有請 Christy 為我哋介紹韓國嘅升學情況介紹。有請。大家好，咁頭先好似司儀介紹咁啦，咁我係大韓民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嘅代表啦，我叫 Christy。咁我本人咧就都曾經喺韓國留學過嘅，咁所以今日咧就由我嚟同大家去介紹一下如果大家有興趣去到韓國留學嘅時候，需要注意啲乜嘢啦。同埋即係有啲乜嘢程序上啊，或者嗰啲咁嘅事項咧，都同大家介紹一下嘅。咁首先同大家打個招呼先，안녕하세요。咁同大家簡單講解一下韓國嘅呢個高等教育嘅發展先啦。咁其實咧，佢哋嗰個接受高等教育嘅學生人數啦，同埋高等教育機構嘅數量咧，咁其實都係即係一路增長嘅。咁當然啦，最近即係近年嚟咧，係因為呢一個少子化嘅關係啦，咁所以即係學生整體人數咧有所下降咁樣嘅啫。咁但係咧對於即係學生同埋教育機構嘅比例嚟講咧，咁其實反而咧係一個增加嘅趨勢嚟嘅。咁呢度俾大家睇一睇啦，打錯咗添，係呢度係2026年嘅世界大學排名嚟嘅。咁呢度俾大家參考下呢兩個排名咧，都係韓國一啲比較頂尖嘅大學嚟嘅。咁就分別有首爾大啦、延世大學啦，同埋高麗大學。咁呢3間咧合稱叫做 SKY， 你見到佢哋頭3個字 SKY， 係啦。咁樣就呢3間係韓國嘅頂尖學府啦。咁純粹俾大家即係了解一下啦。咁另外你可能都會見到其他係一啲科技相關嘅學府嚟嘅。咁因為近年嚟講啦，韓國嗰邊同科技啊、半導體咧相關嘅技術咧係非常之發達。咁咧連帶佢哋嘅相關嘅學府咧都係嗰個世界排名咧都係向上升嘅。然之後就係因為韓流嘅熱潮嘅關係啦，咁所以咧即係好多外國人咧都對去韓國留學咧嗰個關心咧係嗰個興趣咧係越嚟越大嘅。咁所以咧你見到啦，由2015年開始啦，到2025年咧，其實佢哋嗰個在韓國際學生嘅人數咧，嗰個上升嘅趨勢咧係非常之明顯嘅。咁呢個就係即係喺韓國嘅香港學生嘅人數啦。然之後就係喺韓國嘅澳門學生人數咁。咁的確係即係由呢一個疫情開始咧，咁就係下降咗少少嘅。咁即係我哋都希望啦，係即係都多啲嘅澳門嘅同學仔啦，可以更加了解對於去韓國升學嗰方面嘅一啲資訊。咁即係希望可以減低，因為即係其實好多時可能大家會覺得韓國好似要一定要講韓文啊，喺語言溝通上咧會有即
即係困難啊，咁呢啲嘅擔心，咁我哋都希望咧可以透過多啲唔同嘅可能呢類型嘅講解會咁樣啦，可以俾大家知多啲資訊，然之後可以更加放心咁樣去到韓國嗰邊留學嘅。呢度咧咁就同俾大家做個參考啦。咁呢度就係2025年嘅時候咧，喺韓國入邊國際學生數目超過1000名嘅一啲高等教育嘅機構啦。咁大部分都係大學嚟嘅，咁有少部分咧係我哋叫做專門大學，咁即係佢係提供一啲職業文憑啊，或者係副學士嘅一啲課程嘅大學，我哋叫做專門大學啦。咁但係呢度大部分咧其實都係正規大學嚟嘅。咁頭先就有講過啦，就話可能有好多嘅同學仔可能都係擔心語言方面嘅問題啊，又或者係覺得資訊可能唔足夠啊，或者會有擔憂話去到即係如果人生路不熟去到韓國嗰邊嘅時候，我嘅生活學習有困難，我應該要點樣做啊咁樣。咁呢一個表咧就可以俾大家參考下咧，有邊啲嘅學校咧係有比較多嘅國際學生。咁因為有比較多嘅國際學生嘅時候，佢哋對國際學生嘅資源咧同埋援助咧就會比較多一啲嘅。咁大家即係入到去可能會有啲即係學長制啊，或者一啲咁樣嘅計劃咧，咁可以帶領住國際學生咧係去適應喺韓國大學入邊嘅學習生活咁樣嘅。咁大家可以參考下呢一度嘅即係一啲學校嘅名稱啦。咁然之後，如果有興趣咧，將來真係去韓國讀書嘅時候咧，都可以揾翻一啲比較多國際學生嘅機構嘅。咁呢度純粹俾大家參考下啦。咁有啲乜嘢嘅即係可能即係學費上面啊，或者生活費上面嘅支援啦。咁其實有好多嘅大學佢自己本身都有獎學金嘅。係啦，咁當然啦，最大部分嘅國際學生都係自資過去啦。咁但係如果大家有需要嘅話咧，係可以留意下有邊一啲嘅學校咧係會有提供俾外國學生嘅獎學金嘅。咁然之後，可能大家又會即係再進一步去考慮啦。啊，即係我聽講好似韓國話好排外㗎喎，咁要擔憂啊。如果我去咗嗰邊讀書之後，咁我係即將來嘅嗰個出路會係點樣呢？咁其實咧近年嚟咧韓國都係非常之着重呢一個即係吸納呢一個外國嘅高端人才嘅。咁所以咧其實佢哋每一年咧都會有一個專為外國留學生而設嘅招聘博覽會。咁嗰一度即係參展得嘅機構咧，全部都係佢哋本身就係好希望、好需要呢一啲嘅外國人才，佢哋希望聘請外國留學生嘅一啲機構嚟嘅一啲企業嚟嘅。咁所以大家咧，即係其實佢呢一個留學招聘博覽會咧，都係一年一度非常之大型嘅其中一個招聘活動嚟嘅。咁所以其實個前路咧都係非常之廣闊嘅。同埋咧，韓國嗰邊咧，佢都會有為求職啦、工作啦所設嘅專門嘅簽證嘅。因為如果大家話啊，我可能畢咗業，但係我暫時未揾到心儀嘅工作，咁中間可能需要啲時間，但係我嗰個即係留學簽證到期喎，咁點算咧？咁所以呢個都唔需要擔心啦。就因為係有一個求職嘅專門嘅簽證啦，咁就可以俾同學仔畢咗業之後咧，都依然喺韓國嗰邊留低可能即係有半年咁樣左右嘅時間啦，係俾大家去求職嘅。咁然之後同大家簡單講一講韓國嘅教育制度啦。咁點解要講教育制度咧？咁係因為韓國嘅教育制度咧，同大部分嘅其他地區咧係有少少唔一樣嘅。咁最明顯嘅分別咧，就係佢哋嘅第一個學期咧係3月開始嘅。因為國際上大部分嘅地區咧，可能第一個學期都係9月開始啦，係啦。咁但係咧9月呢一個學期咧，對韓國嚟講咧係秋季學期，係第2個學期嚟嘅。咁佢哋正式嘅開學日係3月嘅。咁然之後佢哋有寒假、暑假啦呢啲。咁所以如果大家咧係要申請入學嘅話咧，咁就可以留意翻咧佢哋個申請日期啦。咁
反而即係要調轉，如果你係希望3月入學嘅話咧，咁佢哋嘅申請時期咧就係9到11月，前一年嘅9到11月。如果你係想9月先入學銜接翻，即係可能你係喺澳門讀完中學，咁你想去韓國升大學嘅時候，咁你想銜接翻佢哋3月入學嘅呢一個第一個學期嘅話咧，咁就你想銜接翻即係喺澳門畢咗業。然之後，你想9月先入學嘅話，咁你就要喺4到6月嘅時候就要開始留意咧各大院校嘅招生資訊啦。咁但係雖然就話佢第一個學期係3月啦，咁但係咧頭先有提過韓國其實佢哋都非常之希望係有更多嘅外國留學生啦，同埋外國人才啦，係去到韓國嗰度讀書同埋就業嘅。咁所以為咗銜接翻呢一個即係國際嘅趨勢啦，咁所以其實佢哋都會即係有一個選擇。係俾啲國際學生就話如果你唔想3月入學，你想9月入學，你第2個學期入學咁都係可以嘅。咁當然啦，實際上即係可唔可行咧，都係要留意翻即係各大嘅院校本身嘅嗰個招生資訊啦。同埋或者有啲特定嘅課程係要求你必定要由第一個學期開始讀，即係例如醫科啊咁嗰啲咧，就會大部分都要求你可能要由3月入學咁樣嘅。咁所以呢個係即係取決於學校同埋課程嘅。咁但係大部分基本嘅即係大部分學校啦，同埋一啲即係大部分嘅基本課程嚟講咧，9月入學咧都係冇問題嘅。咁然之後係一啲報名條件啦。咁報名條件方面咧就冇乜特別嘅，同呢一個即係國際嘅趨勢咧都係一樣嘅。即係總之，如果你係要讀本科嘅，咁你必定要高中畢業啦。如果你係讀碩士嘅，咁你必定要係本科畢業啦，咁樣嘅啫。咁唯一咧有需要注意一下嘅咧，就係語言進修。咁因為我哋即係我哋俗稱嘅叫做語學堂啦，咁就係喺大學一啲附屬嘅語學堂，就係專係俾外國人咧係去淨係修讀呢一個韓文嘅。咁其實因為陣間都會提到啦，可能你如果係要去韓國嗰邊，即係報韓國嘅大學嘅話咧，係對於韓文係會有一定嘅要求嘅。咁所以好多外國嘅學生可能會首先去到韓國嗰邊，係喺呢啲語學堂度讀下韓文先，然之後同時間喺韓國嗰邊咧係去準備呢一個大學嘅入學，係啦咁樣。咁但係雖然佢唔係即係叫做大學啦語學堂，因為大學附屬嘅一個叫做語言學院嚟嘅。咁但係佢都係需要你高中畢咗業咧，佢先可以收生嘅。咁所以呢個就大家要比較留意一下啦。呢個就係即係佢哋大概會有乜嘢學位咁樣啦。咁但係都同國際嘅趨勢大同小異嘅。係啦，咁呢度咧就係講緊個語言能力啦。頭先有提到啦，就話你要報韓國嘅大學咧，佢係對韓文嘅能力有一定嘅要求嘅。咁根據即係韓國嗰邊嘅規例啦，如果你要報名嘅話，即係唔係入學，係你淨係要報名嘅話咧，你都係需要有韓國語能力考試，即係 TOPIK 嘅3級或者以上，你先可以報名嘅。咁但係如果你入咗學，即係你考咗3級，跟住報名，然之後入咗學。咁你喺畢業之前咧，你都係必須要通過呢個 TOPIK 嘅4級或以上。如果唔係咧，係畢唔到業嘅。咁就會有呢一個即係韓國語文能力嘅呢一個要求喺度啦。咁所以就係頭先點解話好多嘅同學啦，可能會首先係去咗韓國嗰邊嗰啲語學堂度讀咗個韓文先。咁然之後一路讀嘅時候，一路去申請大學。咁就係因為有呢一個即係呢一個要求嘅原因啦。咁就因為我頭先就講過話，畢業之前一定要有4級啦。咁其實韓國嘅語學堂佢一個學期可能講緊係2個半到3個月嘅啫。咁其實所以我見到好多即係大部分嘅外國學生啦，佢哋其實係會讀到自己攞到4級，即係攞到晒4級或以上啦，然之後先去做申請嘅呢一個動作嘅。
咁就因為你就唔需要再擔心，你考完之後就唔需要再擔心話我入學之後我仲要一路要去考呢一個韓文試，一路諗住要考呢個韓文試，咁又分咗心咁樣。咁所以咧大部分嘅學生咧都係會喺申請之前就已經確保自己已經攞到4級或以上㗎啦。咁但係呢一個叫做韓國語能力考試嘅要求咧，咁有少少例外嘅。咁如果你所選擇嘅課程咧係全英語授課嘅，係啦，又或者佢哋韓國咧有一啲叫做我哋叫 Global Study 嘅一啲嘅學院啦，咁佢哋係全英語授課嘅，咁你就唔需要提供呢一個 topic 嘅即係成績做證明，咁但係咧你就有需要去提供返英文嗰個語文能力考試嘅證明啦。即係例如 IELTS 呢啲咁樣，咁佢都係有一定嘅分數要求嘅，係啦，咁大家可以留意返啦。咁而家韓國語能力考試每一年咧，佢都會而家有分紙本考試啦，同埋有分電子考試嘅。咁佢哋大家都係唔同嘅時期出啦，咁所以大家可以去返 Topic 嘅官網嗰度去睇返，睇下大家自己即係適合嘅時間去考返個試咁樣。係啦，咁頭先有提到呢個話3級以上嘅呢一個要求啦。咁 topic 咧其實佢有分2級嘅，即係有2份卷啦，叫做 topic 1同 topic 2啦。咁 topic 1咧係基本啲嘅，咁你考 topic 1嘅話咧，你最高只係可以攞到2級嘅啫。咁所以如果要達到可以申請大學嘅呢一個要求嘅話咧，咁一定係要考 topic 2。咁 topic 2咧就係3到6級嘅。所以大家咧報名嘅時候要留意翻啦，要報翻 topic 2。咁然之後頭先有提到話可能有啲英語授課嘅課程咧係唔需要大家去考 topic 嘅，咁樣大家可以去翻我哋呢一個叫 Study in Korea 嘅網站啦。係你喺 Google 就咁打 Study in Korea， 佢就會出嚟㗎啦。係啦，咁然之後你入翻去之後咧，佢會有個即係佢會有個位置可以俾你揀學校嘅，咁你入到去大概就係咁樣嘅界面啦。然之後你喺左手邊嘅呢一個filter 嗰度咧，你揀翻英語授課嘅課程。咁然之後喺右邊咧嗰度就會出一啲唔同嘅大學嘅選擇。咁佢哋就係會話俾你聽有邊一啲大學有邊一啲課程係有英語授課嘅。咁大家就可以根據翻自己嘅需求咧，係去做翻呢一個 filter 啦。咁然之後講一講要點樣去申請呢一個韓國嘅大學咧？到底咁呢一個就係基本嘅申請流程啦。咁因為大家即係如果係申請韓國嘅大學嘅話啦，咁係呢一個國際學生，咁就唔係韓國本地嘅學生，佢哋係經過佢哋嘅即係大學入學考試。攞咗個成績之後，經過佢哋官方嘅一個平台咧，咁去做統一嘅招生嘅。咁但係因為國際學生咧就冇呢一個官方嘅平台啦，叫做去做統一招生啦。咁所以大家係要選擇自己心儀嘅大學同埋主修，然之後咧再去返嗰一間即係你所選擇嘅大學啦。根據翻嗰一間大學佢自己本身嘅收生要求，同埋佢哋嘅即係話需要提交嘅文件，咁去準備你要嘅資料嘅。咁但係基本上嚟講咧，就會係我呢度列出嚟嘅呢一啲啦，呢啲係最基本。咁如果係有一啲特別啲嘅課程，例如藝術啊，即係藝術相關嘅課程啦，咁佢有可能會要求你提交作品集嘅。咁喺呢一堆即係基本文件入邊咧，我想提一提嘅咧就係呢個自我介紹同埋學業計劃書。咁因為呢個係比較即係韓國獨有嘅嘢嚟嘅。你喺即係如果你申請其他地方嘅學府嘅話咧，未必係需要呢樣嘢嘅。咁但係韓國嘅學校咧係幾着重呢一個自我介紹同埋學業計劃書嘅。咁自我介紹就係即係一般自我介紹就係你嘅可能介紹下你嘅成長背景啊，又或者點解你想即係你想去韓國讀書啊，又或者你點解想揀呢一個課程啊之類咁樣嘅內容啦。咁學業計劃書係咩咧？咁佢哋都會想睇下即係各位學生啦，你哋對於喺韓國即係就讀
嘅呢一個計劃會係點樣嘅？即係例如你一個大學嘅課程係4年制，呢四年入邊，你有冇自己所希望每一年達到嘅目標係乜嘢咧？你或者你預計咗你而家即係暫時你預計你喺韓國讀書啦，你喺我哋間學校讀書啦。咁畢咗業之後，你會係想留喺韓國度工作啊，定還是係可能翻嚟澳門工作啊？即係之類型嘅會即係佢哋都會希望睇到呢啲嘢。咁佢哋其實呢一個係會喺大學佢考慮收唔收呢個學生嘅時候，佢哋真係會睇，真係會納入計分考慮嘅一個環節嚟嘅。咁所以呢一個想特別同大家即係提一提咁樣。咁但係頭先有提過啦，就即係可能佢每一個學期啦，佢嗰個招生嘅時間都唔一樣啦。咁大家必定要留意嘅係咧，因為你係要直接向各間大學咧冇一個統一嘅平台嘛，你要係直接向每一間大學咧係去提交呢一個入學申請嘅。咁每一間大學佢自己本身嗰個報名流程啊、文件啊，又或者佢哋嗰個時間咧係唔一樣嘅，所以咧一定要非常之留意每一間大學佢到底佢嗰個 deadline 係幾時。係啦，呢一個一定要即係自己去嗰間學校嘅官網嗰度去留意翻啦。咁係啦，咁同埋有大部分如果你係去本科嘅話咧，咁係唔需要面試嘅。咁就除咗頭先話一啲特定嘅即係課程啦，例如藝術類嘅課程，咁佢可能需要你面試啦。係啦，咁但係如果本科嘅話，大部分係唔需要面試嘅。咁如果佢即係最後嗰個取錄成績出咗嚟啦，嗰間大學真係收咗你啦，咁咧就你之後咧就可以向我哋領事館咧去提交呢一個簽證嘅申請，咁然之後攞到留學簽證之後就可以去到韓國嗰邊讀書啦。係啦，頭先有提過呢一個就即係每一間學校佢嗰個截止日都唔同啦，咁就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啦。係啦，咁頭先都有提到簽證啦，咁都同大家講下如果大家真係要去留學嘅時候，個簽證嘅申請流程係點樣？咁係啦，咁如果間學校真係收咗你之後咧，佢會有個類似取錄證明咁樣嘅即係文件咧，係會俾翻同學仔嘅。咁你喺攞到嗰個證明之後咧，咁你就可以咧係去到我哋領事館嗰度咧去申請呢個留學簽證噶啦。咁留學簽證咧有2種嘅，咁第一種係 D2，咁第二種係 D4。咁 D2 咧就係最基本嘅留學簽證，咁講緊係如果你係去即係韓國嗰邊係讀本科、碩士呢一類型嘅正規大學嘅課程咧，咁你就可以攞 D2 簽證嘅。咁 D4 係乜嘢嚟嘅咧？就係頭先所講嘅。如果你話我未申請住嘅，我諗住去嗰邊去讀下韓文，去啲語學堂讀下韓文先。咁語學堂咧，因為佢唔係屬於呢一個大學嘅正規課程啊，咁所以因為佢頭先有講過，就話佢每一個學期可能係2個半到3個月嘅啫。咁因為短期，咁所以咧佢係要語學堂嘅學生咧係要申請呢個 D4 嘅簽證嘅。咁因為據我所知啦，即係港澳護照嘅持有者啦，本身咧就喺呢一個韓國嗰度有90日嘅免簽證居留嘅。咁如果語學堂一個學期係得2個半即係2個半月嘅話咧，其實係喺嗰個90日嘅免簽證居留期之內啦。咁所以就係唔需要你淨係報一個學期嘅話咧，係唔需要申請呢個留學簽證嘅。咁所以大部分同學仔啦，當然咧佢去讀得語學堂，佢可能都係會有預留半年甚至乎1年嘅時間係俾自己去即係學習呢個韓文嘅。咁大部分嘅語學堂咧係可以俾你去提交一次過交2期嘅學費，甚至乎更多。係啦，咁咧你就如果你一次過交2期嘅學費，咁就可能係大概半年左右，咁就會超過咗呢個90日。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你先需要去申請呢個 D4 嘅簽證嘅。係啦，咁有關即係簽證嘅一啲再詳細啲嘅內容啦，我陣間都會提到少少每一個簽證佢需要嘅文件係乜嘢，但係每一個文件佢到底即係
接收一啲乜嘢嘅文件係為我哋叫做合格嘅文件咧？咁呢啲嘅呢啲詳細嘅資訊啦，大家可以去翻我哋韓國領事館嘅官網上面係啦，咁就撳翻呢個 Visa Service 左手邊嗰度會有 Document List 嘅。咁喺翻 Document List 入邊，你揀翻 D2 或者 D4，咁入邊會有非常之詳細嘅指引俾大家參考嘅。咁係啦，就頭先就話到底係需要啲乜嘢嘅資料咧？咁大家可以留意翻呢一度啦。咁呢一度我講一講 D2 先，係啦。咁而家咧，我哋領事館嘅簽證申請咧係採取呢個網上預約制嘅。所以大家咧準備好晒所有嘅資料之後咧，係需要去網上，即係你其實去翻我哋嗰個官網啦，都係去翻頭先 Visa Service 嗰度啦。咁置頂嘅嗰個notice 入邊咧係會有呢個網址，呢個網上預約嘅網址俾大家入去撳翻嘅。係啦，網上預約咗之後咧，就喺你預約嘅時間過嚟我哋領事館度提交翻簽證申請嘅文件就得㗎啦。咁你網上預約嘅時候咧，同時間咧都要填埋呢一個電子申請表格嘅。咁就所需文件大概係呢一度列出嚟嘅呢啲啦。咁比較即係需要同大家即係講一講嘅咧，就係5、6嘅。5、6咧就係頭先5啦，首先就係我頭先講嘅就係嗰個錄取證明啦。咁另外6咧就係學校嘅商業登記證。咁呢兩樣咧都係必須嘅，而且呢兩樣咧都係要韓國學校咧佢係會寄俾你嘅。佢收咗你之後咧，韓國學校嗰邊佢係會將呢兩樣嘢同時寄俾即係喺外國嘅學生。咁外國人咧係需要帶埋呢兩樣嘢咁一齊去做簽證申請嘅。咁所以大家係要等。即係韓國學校嗰邊佢寄咗俾你，你先可以去做呢一個申請簽證嘅動作嘅。係啦，咁另外咧就係呢個財力證明啦。咁財力證明咁好多即係大家都係即係可能係中學生、中學畢業嘅同學仔。咁財力證明到底係要點樣咧？咁當大部分我相信啦，可能都係需要父母嘅財力證明啦。咁就需要另外需要一啲證明去證明翻你哋嘅親子關係咁樣啦。例如呢一個出世紙咁樣。咁你有出世紙再加父母嘅財力證明咧，先係一個我哋叫做合格嘅一個文件嚟嘅。咁詳細資訊咧可以去翻我哋官網嗰度睇嘅。咁 D4 咧，其實咧就係差唔多嘅，即係佢嗰個要求啊，同埋佢哋個所需文件咧差唔多嘅，係啦，咁就同時啦，都係要有5、6呢兩樣嘢，就係要韓國學校嗰邊寄翻俾你嘅。咁比較特別嘅就係佢要有收據，因為佢要見到你係真係入學，你俾咗錢啦，咁佢先可以出到嘅。係啦，就大家要即係留意下呢兩樣嘢啫，咁樣。咁同埋同大家提一提啦，我哋而家即係基本上嚟講啊，我哋簽證申請咧係冇快證嘅，而一般嘅簽證係需要7個工作天嚟出嘅，咁所以大家咧就唔好預得太問，係啦，咁同埋大家都要預留翻時間係要親身去翻我哋領事館嗰度去申請又好，之後攞翻你個護照又好。係啦，同埋期間咧，護照係需要留喺我哋領事館嘅，咁所以咧，你申請嘅期間咧，你就係即係冇得去海外咁樣啦，咁都係7個工作天嘅啫，咁所以大家係要預留翻時間啦。係啦，咁然之後咧，呢一個都非常之重要嘅一個外國人登錄證。咁咧呢個如果你係喺呢個90日免簽證居留嘅期間咧，咁係唔需要。即係唔需要去申請呢個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我係已經攞咗 D2 或者 D4 簽證嘅，咁因為基本上佢已經係當你一定係會留超過90日，咁所以咧就係必定要去申請呢一個外國人登錄證。咁外國人登錄證咧，其實就係外國人喺韓國居留嘅身份證啦。咁你喺嗰90日之內咧，就一定要去到你所住地區嘅我哋叫做出入國管理事務所度去進行申請嘅，係啦，咁申請嘅所需要嘅資料都喺晒度啦，咁然之後需要網上預約時間啦，係叫做一個 Hi Korea 嘅呢一個網站，咁同埋咧，你所選擇嘅出入國管理事務所咧，係根據你喺韓國嘅住址嚟定嘅，
即係你住個區咧，佢每唔同嘅區佢有唔同嘅出入國管理事務所，咁所以咧係你要去到韓國，你確定咗你嘅住址啦，之後揾翻相應區嘅出入國管理事務所去進行申請，係啦，咁呢個全部都喺 Hi Korea 嗰度咧係會有得俾你去揀嘅，咁所以大家唔使太擔心，只要你確定咗自己所屬區別嘅嗰個名稱係乜嘢，咁你就好容易揾到噶啦。咁另外必須要提嘅咧，就係因為香港同澳門護照嘅持有者啦，同埋同前內地護照嘅持有者咧，個申請手續咧係有唔同嘅。咁所以預約嘅時候咧，咁一定要選擇呢個非中國人類別，因為咧內地護照嘅持有者佢哋係有另外一啲要求啦，或者另外一啲檢查要去做，所以佢哋係有另外獨立嘅部門，另外獨立嘅獨立嘅出入國管理事務所，係去做內地護照持有者嘅申請嘅。咁所以呢一個咧就要非常之留意啦。咁如果唔係你揀錯咗嘅話咧，你去到咧其實內地護照即係嗰一個 centre， 其實佢係幫唔到你做呢一個申請㗎。咁就費事大家係要即係去行多2次咁樣啦。咁所以呢個就大家一定要記得啦。咁同大家簡單講解一下喺住宿方面有咩選擇啦。咁當然有宿舍啦、租屋啦、考試院啦或者寄宿家庭咁樣，我都會詳細講下嘅。咁首先宿舍先，大部分嘅韓國大學咧都係有宿舍嘅，而某部分嘅即係再大型啲嘅大學啦，又或者我頭先開頭提到嘅比較多國際學生嘅一啲大學咧，佢哋係有設專係俾外國人專用嘅宿舍添嘅。咁就當然啦，每一間大學嘅情況唔一樣啦，咁所以申請之前你一定要去佢哋嘅官網，嗰間大學自己嘅官網去到做確認嘅，就睇下佢哋有咩選擇咁樣。咁但係大部分嘅申請時間啦，就可能如果你係3月入學嘅，你1、2月就要開始去申請；如果你9月入學嘅，你可能7、8月就要開始申請咁樣，大概都係呢啲時間。咁宿舍嘅種類咧，咁即係其實各式各樣啦，每一間學校唔同啦。有1人房啦，或2人房啦、3人房啦，甚至乎有啲咧，因為佢哋地方比較大啦，可能係一間大屋，但係入邊分咗4間房，每一間房2個人，然之後可能4個人去共用一個廁所咁樣嘅呢一類型嘅都有嘅，咁就大家可以揀翻適合自己嘅即係自己喜歡嘅種類去申請啦。咁有啲嘅學校咧，佢可能使用嘅時間你唔係話我申請咗之後我可以住足4年，唔係嘅，佢可能係一個學期一個學期咁樣去申請嘅，係啦，佢甚至乎唔係學年，佢可能係學期制添嘅，咁所以大家就要比較留意一下啦。咁當然就話如果我真係爭唔到宿舍咁點算呢？咁當然好多人就會去選擇去租屋啦，租屋都係一個即係好多學生會去選擇嘅途徑啦。咁但係喺韓國租屋嘅話咧，就係必定要通過呢一個中介嘅，我哋叫做不動產啊，韓文係啦。如果你去即係你喺學校附近，其實都會有好多不動產嘅地方嘅。咁就其實咧係地產中介嚟嘅，咁可以行入去啦。咁咧就係去問翻有冇套房啊之類咁樣嘅。咁我哋通常學生就會偏向套房，我哋叫 one room， 喺韓文入邊叫 one room， 係啦。咁就因為比較合乎即係經濟效益啦，對學生嚟講。咁又或者係會同其他嘅國際學生咧係去共用一個 apartment 咁樣都有嘅。咁其實中介嗰邊都會有好多唔同嘅即係房源咁樣嘅，大家可以去揀。咁房租咧，我特別提一提啦。咁佢哋嗰個租金嘅付款形式咧，除咗一般嘅月租型之外咧，因為佢哋有保證金嘅，所以咧你交保證，即係你去租屋嘅時候，你首先係要提交一筆保證金啦，然之後再去每個月提交月租嘅。咁就保證金一般嚟講咧，佢個金額都比較大嘅。咁但係如果你係即係有要求嘅話咧，咁你可以同中介嗰邊去講翻我個保證金我希望喺幾多錢樓下咁樣。咁中介嗰邊都會幫你去篩選翻適合嘅房源嘅。咁另外有一個咧，我哋叫做全租嘅。咁呢個就係比較特別。全租咧就係除咗保證金之外啦，你係一次過俾晒1年嘅租金。
咁喺韓國係有呢個全租嘅制度嘅，一次過俾晒1年嘅租金，但係咧你退租嘅時候咧，嗰一筆租金係會俾翻你嘅。係啦，咁但係你呢一年嚟講咧，就好似你當存咗個定期存款咁樣啦，係啦，就喐唔到呢一筆錢。咁但係喺即係房東咧，佢可能做咗啲投資之後，佢有收入，咁但係嗰一筆錢咧，佢係需要你退租嘅時候要退還翻俾你啦。咁但係呢一個就要一次過交一整年嘅租金，咁即係嗰個危險性都係比較大一啲嘅。咁所以大家就要選擇翻自己合適自己嘅提交租金嘅方法啦。咁又或者大家咧，好多人可能會聽講過考試院呢樣嘢，到底係乜嘢嚟嘅咧？咁頭先有提到就話如果你去租屋嘅話咧，係需要提交一個金額比較大嘅保證金嘅。咁考試院咧就冇保證金呢樣嘢嘅，而且佢嘅租約咧係一個月一個月咁去計嘅。你租屋嘅話咧，基本上最少都要6個月起跳。咁但係如果考試院咧就係一個月一個月咁計。如果你話我下個月就唔想住啦咁樣，你可以一個月即係就前咁通知個房東，咁房東就會即係佢話咁得啦，你可以走㗎啦，到時咁樣，咁就會比較有彈性一啲啦。咁但係個問題係乜嘢咧？佢雖然好平，但係又好有彈性。咁但係你見到其實佢個空間係非常之細嘅。其實大部分嘅考試院佢個空間就真係一張床、一個衣櫃、一張台冇㗎啦，係所有嘅廁所啊或者廚房咧，大部分咧情況嚟講都係公用嘅，甚至乎可能大部分嘅考試院咧係冇窗添嘅。咁呢個所以就會係即係佢因為佢真係俾學生係去考試嘅，即係俾佢溫書嘅，係啦。咁所以就會係咁樣，即係但係對可能對短期需要即係喺韓國居留嘅學生嚟講咧，咁係一個比較性價比比較高同埋彈性比較大嘅選擇。咁但係同時間咧，因為佢係類似劏房咁樣啦，咁所以係有安全隱憂喺度嘅。咁如果各位同學仔真係有需要去考慮考試院呢個選擇嘅話咧，咁你去睇屋嘅時候一定要非常之留意嗰一間考試院佢嘅即係消防措施夠唔夠？佢嘅逃生路線充唔充足？有冇滅火筒啊？有冇即係警燈啊？呢一類嘅設備喺度，一定要非常之留意嘅。係啦，咁頭先雖然講過話佢未必有即係獨立嘅廁所同埋窗啦，係啦，咁有啲可能有嘅，大家可以去揾。其實因為佢好多嘅。咁但係相對，如果你有獨立廁所同埋有窗嘅話咧，佢嗰個價格咧就會比較高少少咁樣。咁大家都可以去揀翻適合自己嘅嘢啦。咁仲有一個選擇就係寄宿。咁寄宿家庭咧，就係大部分咧係同學校嗰邊有聯繫嘅。咁如果大家真係即係想去即係體驗下韓國當地即係最當地最本土嘅生活啦，真係喺人哋屋企度住啦，咁你就可以去即係同翻你嗰間大學咧，去問翻佢哋有冇相關嘅即係睇下佢哋有冇相關嘅資訊。咁因為係啦，大部分嘅寄宿家庭咧，佢都係會同韓國學校嗰邊係有聯繫嘅。咁呢一個方法其實係即係價格係最低啦。咁同埋家庭嗰方面咧，就係會包咗你即係早餐同埋夜晚飯咁樣嘅。咁但係即係大家就即係始終係即係住喺人哋屋企咁，可能就會即係冇咁有彈性啦，同埋大家需要留意嘅地方都比較多咁樣啦。跟住同大家講一講保險呢樣嘢啦。咁留學生嘅意外保險係大部分嘅韓國學校咧都要求外國人留學生要買嘅，係啦，即係呢個唔係法定嘅要求，但係好多韓國嘅學校都會要求外國嘅留學生去做呢樣嘢嘅。咁有2個方法啦，可以係出發去韓國留學之前咧，喺澳門買咗保險先，然之後去到韓國嘅時候，學校問你提交翻保險嘅資訊俾佢，咁就可以啦。另一個咧就話如果我仲未確定我到底需要點樣做喎，咁可以去到韓國當地，咁學校嗰邊都會有一啲聯繫，有一啲資訊可以提供翻俾你，你可以跟學校嗰邊買嘅。咁但係我個人建議大家咧係喺即係原居地澳門呢邊買咗先嘅。咁因為始終啦，韓國嗰邊佢哋所有嘅嘢都係韓文嘅，係啦。咁你即係到時你真係有
有乜嘢需要你係需要到去做呢個保險賠償嘅時候咧，其實可能對學生嚟講咧，睇所有嘅韓文文件啦，或者同韓國人去聯繫咧，係可能係會有啲困難喺度㗎。咁所以我就建議大家咧係喺澳門呢邊買咗先。咁你買之前都可以真係用即係自己習慣嘅語言去睇清楚所有嘅即係條件細則，然之後你到時真係有需要去做呢一個索賠嘅時候咧，都係同翻即係澳門呢邊去聯絡，咁就會比較方便一啲。咁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國民健康保險。咁根據韓國嘅法例咧，你只要係居留6個月或者以上嘅外國人咧，留學生咧就係強制係要加入呢一個國民健康保險㗎啦。咁因為 D2 嘅簽證咧，你係預咗你可能留2年啊，甚至乎4年啊咁樣，所以你一入去咧就已經係要強制加入咗㗎啦。咁如果你係攞 D4 嘅，咁你未必係留超過半年以上㗎嘛，咁佢就唔會要求你一開始就加入，係啦。咁但係你一過咗6個月咧，你就自動加入成為呢一個國民健康保險嘅對象啦。咁就每個月咧都要俾呢個保險費嘅。咁外國人留學生嘅健康保險費啦，以個人為一個獨立家庭嘅單位，我哋叫做 SEDE， 係啦。跟住咧就按照啦嘅呢一個叫做佢哋國民地區參保者相同嘅標準去計算。所以咧每一個人係唔同嘅，係啦。佢係根據你嘅資產、你嘅收入。如果學生咧係喺韓國嗰邊係有做兼職打工，你有收入嘅，咁你需要計算嘅嗰個資產標準咧都係會唔一樣嘅。咁但係咧，如果你係留學簽證嘅持有者咧，咁你就可以有每個月50% 嘅保險嘅保費減免咁樣，咁就唔使同韓國普通國民一般交嗰個數係一樣。咁但係因為呢一度我即係每一個人嗰個計算方法啦係唔一樣啦，咁所以呢一度我就冇辦法俾到一個好詳細、好實質嘅數字大家係啦。咁但係其實都唔多嘅，即係可能講緊一個月可能係即係100-200蚊咁樣啦。咁但係你個國民健康保險係包咗大部分你喺韓國需要用到嘅醫療嘅所需，係啦。咁所以咧就即係你之後去睇醫生啊咁樣咧，都未必係需要即係自己去俾錢咁樣嘅。咁呢度俾大家參考一下即係嗰啲唔同嘅大學啦，佢哋唔同課程啦，嗰個學費用係點樣嘅。係啦，咁但係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因為韓國咧嘅大學啦，佢有咁多間大學係咪？佢啲大學咧係有分國立大學同埋私立大學嘅。咁私立大學嘅課程嗰個學費咧係會貴過國立大學嘅即係個學費好多嘅。咁所以大家揀大學嘅時候咧，就要留意返到底自己係揀緊國立大學定係揀緊私立大學啦。咁呢度俾大家參考下啦，大概嘅預算費用係咁樣。咁當然即係費用預算呢樣嘢啦，生活費呢啲嘢咧係好即係視乎大家嘅生活習慣嘅。呢度只係俾大家做個參考，平均一般嚟講係咁樣啫，係啦。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咁頭先有提到啦，有啲個別學校佢可能會有獎學金啦。同樣，如果大家對獎學金有興趣嘅話咧，可以去翻我哋 Study in Korea 嘅呢一個網站，去選擇 University 嗰度咧，係可以去翻左手邊 filter 嗰度去揀翻自己所需要嘅。例如你話我想要睇下邊間學校有獎學金，你剔翻獎學金，咁佢都會彈出嚟嘅。係啦，咁呢度俾大家即係留意一下，即係如果去到韓國嗰邊要點樣開電話卡啊，或者銀行戶口咁樣啦。咁電話卡咧係要喺各區嘅電信公司總分部嗰度去申請嘅。咁就唔係你街邊行過見到賣電話嘅，你就可以行入去做上台呢個動作係唔得嘅。係啦，咁佢每一間公司咧，好似頭先你去申請呢一個外國人登錄證咁，係根據你所住嘅地區，佢每一個地區咧係會有嗰一間電信公司嘅總分部。每一個地區有一個總分部，係啦，你要去翻嗰個總分部咧，係要提交呢一個護照，係啦，甚至乎在學證明，咁佢先會可以申請俾你，先可以開俾你嘅。咁因為咧喺韓國好多嘅即係網上嘅服務啦、電話嘅服務啦，佢全部都係需要實名認證嘅。咁可能比較多即係年輕人會比較關心嘅，可能
你就算係你想去睇個演唱會，你要買飛，佢都要實名認證嘅。咁呢個時候就需要用到呢一個電話號碼啦。咁所以如果你係喺嗰邊讀書嘅話咧，係唔可以就咁用一張你去旅行嘅電話卡咧，就諗住就諗住用晒4年咁樣，係唔得嘅。你喺嗰邊生活，基本生活所需就係必須要有一張喺韓國嘅呢一個電信公司度正式申請嘅預付式電話卡，或者係甚至唔一定係電話即係預付式，甚至乎可能係呢一個契約式嘅電話卡咁樣，但係就一定係必須嘅，係啦，所以你就唔可以用呢一種叫做 eSIM 啊，又或者係旅遊嘅電話卡咧，諗住去度過晒呢成個4年嘅即係學習生涯，咁唔得嘅。咁我呢度有列咗幾間咧係主要嘅電信公司啦，咁佢哋全部都有提供即係電話嘅服務嘅。咁所以大家有疑問，去到嗰邊有疑問嘅話，可以打返去，咁咧就去睇下即係佢哋會話俾你聽應該要點做㗎啦。係啦，咁另外咧就銀行戶口，咁大部分嘅大學入邊咧，佢自己已經係會有唔同銀行嘅分行㗎啦，喺大學入邊、校園入邊。咁佢校園入邊嘅銀行其實佢全部都知道要幫啲學生去申請啲，即係要開啲咩戶口嘅。咁所以就唔需要太有擔心。你基本上只要帶同護照啦，有時可能需要呢個外國人登錄證啦，同埋在學證明，咁咧就可以去到學校入邊嘅銀行分行咧去開戶口噶啦。咁比較方便外國人嘅銀行咧就有呢幾間：新航啦、友黎同埋農協。咁大部分大學入邊都係呢幾間銀行嚟噶啦。咁唯一需要大家可能留意一下嘅咧，有間黃色嘅銀行叫國民銀行。咁嗰間咧就佢比較多嘅嘢，全部資訊咧都係韓文嘅。咁就對啱啱到埗嘅即係外國人留學生嚟講，可能會困難少少。咁所以我個人嚟講就唔建議啱啱去到韓國嘅留學生咧係去國民銀行嘅。係啦，咁呢幾間會比較好一啲。係啦，咁我今日嘅簡介就暫時去到呢度。